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有内部员工指控讲，基金会负责市面上的火警探测器的检验，所拢无照规定的做，一寡有问题的产品嘛通过检验。伊讲，这员工讲伊因为向监察院有消防署检举，伫调查佫还未有结果的时阵，伊人就互消安会死头路路。 这粒火警探测器按照规定30秒以内就要有动作，但是测检到1分钟半也是无反应。有线是讲，家己伫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做事，负责火警探测器的检验工课。不过今年才发现无合格的火警探测器，尾仔也是互人通过检验，只期检验无按照规定行。甚至我们基金会里面的董监事会成员，绝大部分都是厂商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为什么基金会的董监事会也是这些厂商？那当然施压下去，当然这些干部全部都或者是检验员根本不敢判不合格。这是攸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？为什么？ 有线是发现我30粒探测器有类似的问题，伊伫4月份做夜行者，向消防署甲监察院送出陈情，但是煞互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施压，要求撤回陈情书，甚至伫调查结果还未出来之前，就甲伊洗头路。伊甲工会团体也质疑，为什么消防署调查这个案件超过3个月，阁无结果？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，那调查报告依然是没有公开的。 那责任的归属都还没有厘清的状况之下，那基金会就已经解雇了我们的这个吹哨者的劳工。原来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中，那我们会尽快办理。消防署讲会赶紧处理调查报告，但是并无提出明确的时间点。另外表示，但有阵时感觉家己的劳权受损，会当向地方机关提出调解。也讲消安会是财团法人，也是独立机关，消防署无权管理。 工会团体甲有线是对消防署的回应并无满意，讲会请律师透过司法争取权益。记者讲谢桂林新闻报道。